你以為你過去呢2、3年過得唔如意，只係大環境唔好？你以為你日日做到隻狗，咁但係銀行戶口依然無增長，只係你個人運氣差？大錯特錯！今日我喺度要為你揭開一個宇宙級嘅真相，一個掌管住我哋所有人命運起跌嘅終極天機。真相就係一個維持咗足足20年嘅舊時代，磁場已經徹底崩塌。而一個掌管未來20年財富生殺大權嘅九紫離火運已經正式大爆發。每一次宇宙星象嘅20年大換轉，都注定有一批人會跌落谷底，被時代淘汰。但同時亦注定有一批原本寂寂無聞、大半世人受盡委屈嘅人，會借住呢股天運扶搖直上，一躍成為大富大貴嘅家族。特別係今年2026年歲次丙午，天干地支全部都係火。火上加火，九紫離火嘅能量迎嚟咗歷史上第一次嘅極限大噴發。呢股能量強大到你根本無法想象，佢會強行打破舊有嘅階層，將財富重新分配。今日我喺度破例洩漏天機，12生肖入面有3大生肖嘅命格同呢個九紫離火嘅氣場係命水最夾天作之合。由下半年開始，上天會強行將未來20年嘅龐大財富，好似大暴雨咁砸落你哋身上。你唔單止你自己可以大翻身，最犀利係你可以憑一己之力旺起全家人。由今年開始，帶住伴侶同仔女齊齊印印腳享清福。想知你個家族有冇份接實呢20年嘅天大富貴？即刻喺留言區用最虔誠嘅心打出接實大運旺起全家呢8個大字，吉動你命盤同九紫離火嘅感應。我哋馬上為你詳細拆解。我哋先嚟講第一個同九紫離火運命水最夾下半年開始厚積薄發大旺全家嘅生肖，就係屬虎嘅朋友。屬虎嘅人，你哋自己靜低心嚟諗下，過去嗰20年你哋過得有幾咁壓抑，有幾咁委屈。屬虎嘅人天生有傲骨，有能力，有擔當，屋企大大小小嘅事你都想攬晒上身。但係過去20年係8白土運虎嘅五行，屬木木克土。你哋每賺1分錢，每做一件事都極度吃力，好似喺爛泥入面行路咁，對腳掹都掹唔出。你滿身才華無人賞識，幫屋企人孭起重擔出錢出力，但成日俾人誤解，甚至俾人話你脾氣臭，話你固執。你心入面嗰種壯志難伸，嗰種孤獨感真係無人可以傾訴。你以為自己條命就係咁苦，注定要為身邊嘅人勞碌一世。但係屬虎嘅朋友，我今日用最篤定嘅語氣恭喜你，你嘅苦難已經徹底走到盡頭。九紫運一度火氣沖天，喺五行相生相克嘅偉大定律入面，木生火，你哋屬虎嘅人就係呢場20年大火最需要最頂級嘅燃料。呢個喺八字大格局入面叫做木火通明。你前半生積累嘅所有經驗，受過嘅所有委屈，吞落肚嘅所有苦水，會喺九紫離火嘅高溫熔煉之下，全部化為最耀眼嘅光芒。由下半年開始，你會突然發現自己嘅直覺同決策變得極之精準。你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事事親力親為，做到大汗疊細汗。你會蛻變成為成個家族嘅大佬同掌舵人。你嘅眼光會變得非常之長遠，你嘅一個投資決定或者對仔女嘅一個指引，會令全家嘅資產翻倍咁增長。你以前積累落嚟嘅人脈，會喺呢個時候全部變成你嘅超級貴。即係屬虎人，你會看準市場嘅新風口，輕輕鬆鬆簽埋大單。打工嘅屬虎人，你會俾人推上最高嘅話事位置，擁有極大嘅話語權。最令你欣慰嘅係，你嘅仔女會真正明白你前半生嘅付出，佢哋會對你五體投地，時時聽晒你話。你晚年嘅狀態就係舒舒服服坐喺幕後指點江山。仔女賺到錢第一時間孝敬你，你絕對係成個家族入面德高望重、最唔憂錢嘅大贏家。講完屬虎嘅朋友，可能好多人心裏會有2個疑問。第一，九紫離火運聽落咁巴閉，到底未來20年邊啲行業會真正起飛？我哋普通人揀邊條路先至唔會行錯？第二，我又點樣知道自己係咪已經開始接住呢股天運，定仲係喺度嗌緊霉運？今日我趁住呢個機會，同大家拆解得明明白白，等大家心裏有底，唔好白白錯過時代嘅機遇。首先講行業上一個20年8白土運，旺嘅係地產、建築、建材、實體工廠、礦產呢啲同土相關嘅行業。以前敢買樓、敢開廠嘅人好多都發咗達，但係土運已經退潮，未來嘅九紫離火運
火代表文化、智慧、光明、科技、熱能，所以所有同火黐邊嘅行業都會一路向上。比如自媒體、短視頻、直播、文化創作、載入皮船，呢啲靠腦、靠口、靠創意賺錢嘅行當，會係最大嘅風口。仲有新能源、電子科技、人工智能、醫美、心理諮詢、傳統文化、玄學、命理，甚至係餐飲、照明、能源，呢啲同明火光亮相關嘅行業都會越做越旺。講句直白啲，以前靠體力、靠地皮、靠資源賺錢嘅時代已經過去。未來靠認知、靠表達、靠個人 IP 賺錢嘅人先至係時代嘅新貴。你睇下而家好多後生仔做短視頻，2-3年就賺咗人哋一世都賺唔到嘅錢。其實唔係佢哋特別犀利，只係佢哋無意中踩中咗九紫離火嘅氣場，提前借到咗天運，再講接運嘅徵兆。其實每一個人換大運之前，上天一定會俾啲提示你，唔會無聲無息。如果你最近出現呢幾個現象，恭喜你，說明你嘅好運已經在路上。第一，經常夢見火、夢見太陽、夢見開滿花嘅樹，或者夢見自己飛起身，呢啲都係火氣升騰嘅預兆。第二，以前諗唔通嘅事，突然一下就睇透咗，直覺變得特別準，做決定特別果斷。第三，身邊突然出現新嘅朋友、新嘅機會。有人主動帶你揾錢。第四，舊嘅關係、舊嘅工作、舊嘅物件突然離開或者壞掉，唔好唔開心。呢個叫舊嘅唔去，新嘅唔嚟，係宇宙幫你清走舊嘅煤氣騰位置，俾新嘅財運。好多人換運前都會有一段時間特別唔順，覺得樣樣都撞板。其實就係黎明前最黑嘅嗰一刻捱得過，就係海闊天空。跟住落嚟，我哋講第二個同九紫離火運完美契合，注定財富大開，晚年收租收息。收到手軟嘅生肖就係屬羊嘅朋友。屬羊嘅人，你哋前半生真係太善良，太容易心軟啦。你哋嘅性格溫和，耳仔軟，最怕同人起衝突。為咗屋企嘅和睦，為咗伴侶同仔女，你無數次放棄自己嘅夢想同機會，無數次將最好嘅嘢讓俾人哋出面嘅人揾你着數，你笑下就算。親戚朋友問你借錢，你明明自己手頭緊都唔忍心拒絕。你大半世人都喺度為別人而活，錢係賺到啲，但總係會因為屋企人嘅繁瑣事或者一啲無端端嘅意外而流失，搞到你成日擔心晚年無保障，驚自己老咗會拖累仔女。但係屬羊嘅朋友，上天係絕對唔會虧待善良嘅人嘅。你哋嘅福報正正就藏喺呢個九紫離火運入面。羊喺地支入面叫做未土，屬於木庫同埋燥土。過去嘅日子，你個土太過鬆散，守唔住啲財。但係九紫離火大運一燒埋嚟，火生土。呢場天火會將你命盤入面所有嘅雜質、小人、霉運全部燒盡，然後將你原本鬆散嘅財富高溫多靈燒成一個穩如泰山、堅固到不得了的超級大金庫。屬羊嘅人，未來20年你最犀利嘅賺錢武器唔係你嘅雙手，而係你嘅資產。你即將開啟一種坐住收錢嘅神仙級人生模式。由2026年下半年開始，你名下嘅物業，你以前唔敢抱大希望嘅舊有積蓄，甚至係一份你供咗好耐嘅保險基金，會迎來驚人嘅爆發性升值。你可能會無端端收到一筆極之豐厚嘅意外之財，或者家族遺產嘅分配，你嘅財富增長完全係被動嘅錢，自己會揾上門嚟。更加美好嘅係火土雙生，代表根基極之穩固。你嘅仔女會喺下半年迎來事業嘅大爆發，佢哋揾到大錢，第一時間就係買大屋接你去住，每個月俾足豐厚嘅家用你。你晚年嘅真實畫面就係得閒約班老友記去飲茶，得閒去銀行打下保，睇下啲利息又多咗幾多。屋企大小事務都有仔女同新抱女婿幫你搞得妥妥當當，你咩都唔使操心，真正做到安享晚年，印印腳享盡世間清福。講起屬羊嘅朋友，靠善良積福。我今日一定要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好多人以為風水命理就係擺下物件改下名字就可以坐住等錢從天而降，呢個諗法真係大錯特錯。我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講，風水永遠都係助力你自己嘅福德，先係你財富嘅容器。點解同樣一個風水局擺喺人哋屋企就風生水起，擺喺你屋企就冇乜效果？唔係局唔靈，係你個容器穿晒窿，幾多財氣入嚟，轉頭就漏走晒。乜嘢叫漏福？比如日日喺背後講人是非，咒人衰，出口就傷人。比如曾意揾小便宜，揾人着數，揾到就沾沾自喜。比
比如對父母不孝，對屋企人發脾氣，對外人就笑面迎人，比如做虧心事賺黑心錢，欺善怕惡。呢啲行為每做一次就等於喺你個財富上面鑿一個窿，窿鑿多咗，你就算有金山銀山，都有一日會漏空。反過來，積福亦都唔一定要你捐好多錢，做多大嘅善事，日常嘅小事就已經足夠。對父母長輩多啲耐心，多啲陪伴出門，見到人有需要順手幫一把。說話留口得饒人處且饒人，見到小動物有同理心，唔好隨意傷害。甚至乎你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嘅人，幫人哋趨吉避凶，都係一份好大嘅福德。屬羊嘅朋友點解今次可以坐享其成？就係前半生處處為人着想，默默積咗好多陰德，等大運一到就好似乾柴遇烈火，一下就旺起晒。呢個唔係迷信，係因果，係宇宙最公平嘅運行法則。第三個，喺九紫離火運入面強勢崛起，本命歸位，注定跨階層發達嘅生肖就係屬蛇嘅朋友。屬蛇嘅人，你哋前半生嘅內心世界真係可以用孤獨同無奈嚟形容。你哋外表睇落好冷靜，甚至有啲難以親近，但其實內心非常狂熱同重情重義。你睇嘢好通透，好多事情一眼就睇穿本質。但係之前嘅氣場同你唔夾，搞到你經常俾身邊嘅人誤解，甚至被邊緣化。你明明出於好意幫人出主意，結果反而被人當成壞人。你全心全意對待一段感情或者合作關係，最後往往換來背叛同埋暗箭傷人。你心攰到極點，甚至有時會懷疑自己係咪注定一世都要承受呢種懷才不遇嘅屈辱。但係屬蛇嘅朋友，請你即刻將過去嘅委屈全部掃出，腦海挺起胸膛迎接你嘅輝煌時代。蛇喺五行入面正正就係屬火，而且係陰火。2026下半年大時代嘅九紫離火氣場，同你屬蛇嘅本命之火產生咗宇宙級別嘅完美共振。呢個喺命理學上叫做飛龍在天，真神歸位。過去20年你係龍遊淺水遭蝦氣，但未來20年就係你嘅絕對主場，你將會掌控一切。本命之火被點燃，你嘅智慧同直覺會達到一個近乎神乎其技嘅境界。你會看中一啲身邊所有人都睇唔懂，甚至反對嘅大商機或者理財機會。當其他人仲喺度猶豫不決嘅時候，你已經果斷出手。你賺嘅絕對唔係幾千幾萬嘅小錢，而係能夠徹底改變你成個家族命運，實現階層跨越嘅天文數字大財。做生意嘅屬蛇人，你會創立屬於自己嘅商業帝國。打工嘅屬蛇人，你會成為行業路嘅頂尖人物，俾人高薪挖角。最重要嘅係你一個人嘅發達會好似一個巨大嘅能量源咁，直接帶近埋你嘅伴侶同仔女嘅運勢齊齊起飛。你嘅伴侶會因為你而過上闊太或者富老爺嘅生活，你嘅仔女會因為你提供嘅頂級資源而平步青雲。你將會成為成個家族入面嘅傳奇人物，所有人都要仰望你嘅成就。以前睇小你嘅人，而家連你嘅車尾燈都望唔到。你晚年嘅富貴係帶住極大嘅榮耀同尊嚴嘅。三大本命最夾嘅生肖講完，肯定有好多朋友手心出汗，心入面諗：大師，我唔係虎，唔係羊，又唔係蛇，咁我未來20年係咪就冇運行？大家千祈唔好灰心。除咗呢3個天生命水最夾嘅生肖，仲有3個生肖屬於今次九紫運嘅第2旺生肖。雖然冇本命生肖咁天作之合，但只要你識得借勢而上，一樣可以迎頭趕上。甚至發覺好多本命生肖嘅人，第一個就係屬馬嘅朋友。馬係5火，屬於純陽之火，同九紫離火本就同聲同氣。你哋前半生就好似一匹野馬，有衝勁有魄力，敢闖敢拼。但以前土運嘅時候，火生土，你嘅力氣同能量都俾土運吸走晒。做嘢永遠都係吃力不討好，搏到盡都好似差少少。九紫運一到同氣相求，你嘅幹勁同眼光會徹底釋放，特別係闖事業、拓市場、做開拓性嘅工作，你會越衝越旺。唯一要提醒你嘅就係火太旺，容易衝動投資同做決定之前多停一停，諗一諗，穩陣使得萬年船，只要唔好冒進，財富自然越積越厚。第二個就係屬兔嘅朋友，兔係卯木，屬於陰木，同樣符合木生火嘅雙生格局，同屬虎嘅陽木唔一樣。屬兔嘅木係溫柔細膩有韌性嘅木，
你哋前半生可能俾人覺得你斯斯文文冇攻擊性，甚至有人覺得你係膽小怕事，但其實你心思縝密，觀察力過人，最擅長睇住風向做事。九子運入面，你哋呢種細膩嘅優勢會徹底發揮，特別係做服務、做創意、做細節類嘅工作，你會憑住貼心同周到殺出一條血路。而且木火通明之下，你嘅人緣會特別好，貴人運爆棚。好多機會唔使你去爭，自然會有人送上門。第三個就係屬狗嘅朋友，狗係戌土，屬於燥土，同屬羊嘅未土一樣得火，生扶而旺。你哋生性忠誠踏實，做事一步一個腳印，唔從意投機取巧。前半生可能賺嘅都係辛苦錢，發唔到乜嘢橫財，但勝在根基穩，九子運一到，火生土，你之前10幾年甚至幾十年積累落嚟嘅口碑、人脈、經驗都會慢慢開始變現。你唔需要去搏大風大浪，只要守住自己嘅本行，深耕落去，財富就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大，晚年一樣衣食無憂，受人敬重。講到呢度，可能仲有好多唔係呢6個生肖嘅朋友，心入面一定有啲焦慮同埋失落，心諗大師，咁我未來20年係咪注定要食谷種無運行啦？大家千祈唔好驚，更加唔好絕望。九子離火運嘅宇宙能量係無差別覆蓋成個地球嘅好運，雖然有偏愛，但絕對唔會偏心。只要你識得順應天時，懂得利用風水佈局去接收呢股能量，你一樣可以強行將未來20年嘅宇宙財氣源源不絕咁吸入你間屋，旺起你全家人。今日我就送個超級大彩蛋俾大家，免費公開一招蘇派獨家專門針對九子離火運嘅正南離火催財大陣。只要你跟住做，保證你下半年開始家宅風水煥然一新，財神爺自然會找上你門。大家聽清楚每一個細節。九子離火運，九子星飛臨嘅大本營就喺八卦入面嘅離卦，即係屋企嘅正南方位。未來20年，你屋企嘅正南方就係你全家人財富嘅超級發動機。聽日一早起身，你第一件事就係攞出手機嘅指南針，企喺客廳中間，找出你屋企嘅正南方。揾到正南方之後，有極度重要嘅禁忌，你必須要知。風水佈局先破後立，要先清走煞氣，先可以迎來財氣。正南方既然係火嘅大本營，你絕對唔可以喺呢個方位擺放任何屬水嘅物品。如果你屋企嘅正南方擺咗大魚缸、飲水機、加濕器，甚至係黑色或者藍色嘅地氈同掛畫，你聽日即刻同我搬走。佢五行水克火，你喺正南方放水就等於親手用一桶冰水，將你未來20年嘅財運火種淋得一乾二淨。咁你全家注定窮足20年。將正南方所有屬水嘅嘢、垃圾雜物全部清空，打掃到一塵不染，保持光猛通風。講到呢度，肯定有好多朋友舉手問：大師，我屋企正南方唔係空㗎，係廁所、係廚房、係睡房，咁點算啊？唔使急，不同戶型有不同嘅化解方法，我今日一併教俾大家，保證人人都用得上。唔好因為戶型問題就白白浪費咗20年嘅財運。首先講最常見嘅正南方係廁所，廁所本身屬水又係污穢之地，喺正南火位就等於水火相沖，而且穢氣會沖散財氣。呢個確實係比較麻煩嘅格局，但化解方法好簡單，大家記好。第一，廁所要時刻保持乾淨乾爽，地面唔好有積水，用完馬桶一定要蓋好蓋，盡量減少水氣同穢氣外泄。第二，喺廁所門口擺一盆生機旺盛嘅綠色植物，比如綠羅吊蘭，用木嚟通關，水生木，木生火，將原本相克嘅煞氣轉化成相生嘅旺氣。第三，可以喺廁所裏面點一盞長明嘅紅色小夜燈，用燈光嘅火氣中和廁所嘅水氣，做好呢3點就可以大大減輕負面影響，唔會淋熄你嘅財運火種。第二種情況，正南方係廚房，廚房本身就有爐火屬火，喺正南離火位，其實係火旺上加旺，本來係好事，但物極必反，火太旺就容易導致家人脾氣暴躁，經常為小事吵架。長遠仲可能影響血壓、心臟方面嘅健康。化解方法就係適度泄一下火氣，喺廚房裏面擺1-2盆綠色植物，比如薄荷、蘆薈，木生火之餘，亦都可以調和過旺嘅火氣。另外，平時煮食多煲啲湯水，用水氣平衡一下，但千祈唔好喺正南廚房擺大魚缸、大水缸之類嘅物件，適度平衡就得，唔好直接硬碰硬相克。第三種情況，正南方係睡房。
睡房係休息養神嘅地方，火太旺會影響睡眠，容易失眠、發噩夢、情緒唔穩定。化解方法好簡單，睡房嘅窗簾盡量用淺色係唔好，全房都係大紅色。床頭盡量唔好正朝正南，可以稍為偏東或者偏西少少。另外可以喺床頭擺一小盆紫色乾花或者紫水晶，既可以吸納九紫旺氣，又唔會火氣太盛影響休息。其實如果係夫妻房喺正南，仲有利於增進夫妻感情，因為離火亦都代表緣分同親密關係。只要平衡好火氣，反而會更加恩愛和睦。處理好呢啲突塞情況，將正南方清理妥當之後，我哋就開始正式布陣引火，催旺財氣。火嘅顏色係紅色同紫色，9係離火嘅先天之數。你去文具鋪或者超市買9個全新嘅紅色利是封，裏面各放一個硬幣或者一張新銀紙，然後將呢9個利是封整整齊齊咁擺喺客廳正南方嘅高處，例如櫃頂或者層架上面。如果你想個陣法更加強大、更加有貴氣，你可以去買一個天然嘅紫水晶球，或者一個紫晶洞，因為紫色係9紫運最尊貴嘅顏色。紫水晶蘊含強大嘅宇宙能量，擺喺正南方可以瘋狂吸納離火財氣。又或者你喺正南方擺放一盆生機勃勃、開紅色或者紫色花朵嘅植物，例如紅掌、紫羅蘭，木能生火，植物嘅生氣會令到離火嘅財氣生生不息。只要你佈好呢個正南離火催財嗰陣，你間屋嘅磁場就會同宇宙未來20年嘅大運無縫接軌。呢個陣法會好似一個超級財富雷達咁，日日夜夜幫你捕捉天地間嘅旺氣。你全家人住喺呢個磁場入面，思維會變得積極，精神面貌會煥然一新。老人家身體健康，後生仔事業順利，小朋友讀書聰明，各種正財偏財會好似磁鐵吸鐵咁，自動自覺湧入你屋企。各位朋友，一個時代嘅大運，20年先至有一次，人生短短幾十年能夠遇上幾多次大時代嘅更替。好多人因為無知，因為固執，錯過咗上一個20年嘅地產黃金期，只能夠碌碌無為，揼心口過一世。而家九紫離火嘅大門已經為你打開機會，就擺喺你面前。一個人發達其實唔算最叻，能夠帶着成家人齊齊整整、無憂無慮咁享清福，晚年受盡子孫敬重，先至係人生真正嘅大贏家。我今日苦口婆心將呢啲命理天機同風水秘訣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語氣雖然肯定，但內心充滿住對大家嘅溫暖同祝福。我希望每一個善良嘅人都可以喺新時代裏面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我強烈建議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千萬唔好猶豫，即刻點擊分享按鈕，將呢條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或者直接發俾你嘅仔女、伴侶同埋身邊最好嘅朋友睇。點解一定要分享？因為時代變啦，氣場變啦。你嘅屋企人未必識得呢啲玄學智慧，未必知道點樣去佈置正南方嘅催財嗰陣，你將呢條片轉發俾佢哋，就等於送咗一把開價未來20年財富寶庫嘅金鎖匙俾佢哋。你幫全家人捉住呢20年嘅天大富貴，教佢哋趨吉避凶。呢份無私嘅大愛同親情，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因果循環。你為家族積累嘅善業，最終一定會化作最大嘅福德，降臨喺你自己嘅晚年生活同埋你嘅子孫後代身上。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嘅命理分析真係為你撥開雲霧俾出嘅風水佈局，真係俾到你極大嘅希望同安全感，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智慧同正能量嘅大家庭。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星象變動，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玄學秘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保證你同你家人喺未來嘅20年裏面步步高石，穩操勝券。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用你最渴望全家發達、最堅定嘅心，喺留言區打出接實大運、旺起全家呢8個大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強烈祈願，亦都係你正式迎接九紫離火運嘅急動儀式。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強大、最溫暖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祝願大家下半年財運大爆發，旺足20年，全家安康，享盡清福。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
我哋下期節目再為你拆解更多命理天機，祝大家心想事成，下次見。